眼前这只是龙鳞甲上一片小小的鳞片，却能维系着太原的穹顶，统御整个五洲的山河湖海。若真能得到龙鳞甲，该是何等的呼风唤雨啊！没想到公子还会对这般东西感兴趣。君子有3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我是不信什么圣人之言，却不能不信天命。公子，齐镇的府邸着火了，不知宗先生还能否把东西送到？不要！射中了，义父。追！北渊走水，火势极大，眼下所有人正在全力扑救。怎么会走水？今夜枫林镇有响动，府中进了贼，我已派人去搜查，怕是与这场大火脱不了干系。好大的胆子，敢闯我的国公府！一定要把人给我抓住了！是。你没事吧？你这里地方有毒。我这边。带我入宫。你说什么？别废话，带我入宫。你走。谁在前面？追！齐镇府中发现刺客，眼下已经逃了，正在四下追捕。其中一个必定是宗岳，还有一个，应该就是那丫头。其中有一个受了箭伤，恐怕宗先生没有办法将我们要的东西送达。那么，计划不就？时机稍纵即逝，1年之中只此一个时辰。我们才能追寻这龙鳞甲究竟藏在何处。错过，一切都得重来。逃到这儿就安全了吗？宫中常备驻守2000人，宫外3里之内机动兵马3000人，再加上领着魏淑英杀来的齐镇，就算是只苍蝇，也未见得能从这儿飞出去。你疯了吗？昆金城这么大，你逃到这儿不是找死吗？我要是死，也是被人连累死的，死不瞑目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今日日子不好，你还死不了。我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你带出去，赶快走吧。自寻死路的事只有你会做，跟我走。国公大人，宫里进了刺客，传我的命令，九门落锁，全力以赴捉拿刺客，捉住的重重有赏。开门！你还好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安全的地方。你，小心！你，帮我把衣服扯开。你，扯开！你忍着点啊！你这是什么毒啊？你的伤口是黑色的。还扛得住吗？若不是我这药效神奇，换做常人，
早就死了。这个奇阵，平时看起来不动声色，没想到竟然是个隐藏的高手。昔日奇阵靠一把射日弓，闻名五洲。他和当时的文艺世子一武一文，被称为太原二杰。只不过时过的久了，当年的旧人也死得差不多了，所以这段陈年往事才淹没。这样的高手，竟然在自己的剑上下毒，心肠真的够歹毒的。他今日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看不出片刻，他便会搜到这宫里来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现在也走不了了，你要休息好了才能出去吧？不行，我还有要事，不能待在这里。慢点儿，小心！你别逞强了，行不行？你这样的身体，还没走出去你就死了。好好，是我连累你了，行吧？这样吧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信得过我，你就托付给我去做，行不行？你信不过我是吧？别说我没帮你啊，是你自己不需要的。你看你都站不起来。把他安全的送出去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用管它是什么，安全的死出去。你交给我好不好？送给谁？怎么送？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遇到岔口也不要停。一直走，不要犹豫，你就会看到一个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成功帮你送到。你在这好好休养吧。我得马上回故宫府，以免奇阵起了疑心。你不在，我逃走的才更顺利。你死了不要紧，东西别给我丢了。就为了你这句话，我必会活着找你算账。怎么是你啊？这句话该我问你。你是太想我了，连王宫都敢闯？别不要脸了，你快把衣服穿上。这是我的寝宫，我正想换人来更衣，就你吧。想得美。
皇上，有刺客臣护驾来迟。你想死啊？我想跟你一起活。皇上，唯恐刺客惊扰王上，臣特来查看。本王睡得正香，国公好煞风景。臣实在是忧心王上的安危啊。有刺客又如何？宫里那么多侍卫，还有国公在外驻守，有什么刺客那么不要命？臣觉得万事还是小心为妙啊。现在不是看到了吗？本王好好的吗？行了，国公你忙去吧。难道国公觉得刺客藏在我这儿？臣刚才已经说了，万事还是小心为妙。不如国公上本王龙榻来看一看，万一这刺客藏在被子里呢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别怕，我跟国公打趣呢。惊扰了王上的好事，臣这就到殿外去护驾。知道就好，别扫了本王的兴。见过国公。皇上当真是好兴致啊！正值春秋鼎盛，也是自然的。嗯。好了，你老狐狸走了。我这亏吃大了，你要怎么赔我？怎么赔？赔你把这亏吃回来。你去死！你是打不赢我的。你放开我！我问你，本来我在这等的是另一个人，怎么来的是你？你还问？要不是那日你在围场陷害我，齐镇也不会让我进宫的，我也不用像现在这样这么狼狈。所以你跑进宫里来质问我，
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啊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死郎中受伤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义父，情况如何？宫里都搜遍了，并没有任何刺客的踪迹。人明明往王宫方向跑了。继续搜。是。禀报国公，张鹤年从戍军8卫中调了3000人，已经集结在交泽门外。什么？咱们的卫戍营进宫查探刺客，张鹤年却说刀剑无情，怕伤着王上，下令调兵护驾。他这是小人之心，当义父有其他盘算，恐怕是要拿今晚的事做文章。把人都撤了吧。眼下不能落下话柄，但此事不能这么算了。即便人逃出了王宫，也不可逃出太原城。是。他伤得挺重的，所以让我把东西交给你。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？你想知道啊？不想知道。这是开启御林台的钥匙。宗岳费了这么大劲，就为了送把钥匙啊？你还是想知道吗？我才不想知道呢。为什么？你这个人太狡猾了。哦，说说，我怎么狡猾了？你这个人呢，行事诡秘，做任何事情都不说明白，连朋友都利用，喜欢把人耍得团团转。看来那日围场之事，你是不肯轻易原谅我了。当然了，我这么小肚鸡肠的人，可记仇了。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骗你吗？因为我舍不得。我知道那日你若是离开，也许就不会再见了。我想再多看看你。皇上嘴真甜，不过可惜，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好了，东西也给你了，我不欠他的，也不欠你的，我还是先走了。你不知道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吗？要是宗岳在这儿，这事只成了一半。我又不是宗岳。你找他去办另外一半吧。公子，就这么让他出去了？不必着急。哎，茶凉了。哦，2杯。啊？怎么回来了？我怕你太想我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大发慈悲，再陪你多待一会儿。我何止舍不得你，我还心疼你。外面侍卫那么多，不好逃吧？来，喝杯茶定定神。你留我究竟有何目的？都说了舍不得你。少来这套了，
好吧，不管你出于何居心，我答应帮你把事办了，行不行？行，走吧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跟我来。还是从这里啊？元宝，他也同我们一起吗？这底下如蛛网密布，又无日月星辰可指引方向，凡人不可能辨清。他可以。来，走。喂，你不是王上吗？还这么小心翼翼的。这王宫里到处遍布奇珍的耳目，我们得小心谨慎。你们这太原王宫下面也太多密道了吧？自古当权者有哪个不怕死？位置坐得越高，越怕遭人觊觎。于是这一代代的君王就秘密修建了这些暗道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。那修建这密道的人呢？都死了。都死了？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。用成千上万条人命保龙榻上的一条人命，这不公平。公平？何为公平？对于王者来说，巩固自己的权力，维持自己的统治，那才是他们要的公平。难怪有那么多人冒着诛灭全族的危险，也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是人就有贪欲，而权力是所有欲望之最。那你也是这样的吗？如果我说我也是，你还会像今天这样站在我身边吗？有想要的东西，就去争取，但是别用见不得人的方式，别变成那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那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王上你就能给我吗？你说说看。不必了，我想要的东西呢，我自己会争取。你要知道，人这一生仅靠自己，命运坎坷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有则我幸，无则我命嘛。但是，如果我争取了以后也没有得到的话，那就是我的命了，我也认了。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。嘘，哎，你快看，你的臭老鼠已经等不及了。好像是到了。到哪儿了？御林台。老爷，不是说火势控制住了吗？是控住了，可是刚才刮了一阵风，这火一下子又烧起来，都窜到别的院子里去了。北院的情况怎么样？都烧光了。宇文子呢？宇文姑娘她义父恐怕……义父，怎么样？内城都搜过了，并没有任何刺客的痕迹。没用的东西，3番2次的失手，调用卫戍营地2000号人，现在居然告诉我你找不到了，望我事事信你，由你去办。掌管着国公府的禁卫，任由别人跑到我的国公府撒野，这是刺客，要杀我的刺客。记着，抓不住人，你就不用再守着这份差事了。
你这一碰不打紧，太原可是要承受灭顶之灾啊！这个地方我好像见过，除非你来过，否则玉林台世间无二。这太原的宫殿，我确实是第一次来，但这个地方似曾相识。世间竟有这般的颜色。世间上的颜色虽有千万种，但也不过是由红、绿、蓝3种组成。看似复杂的存在，其实也只是寻常之物迁移次的叠加。一年当中，也就只有今日此时，能见到此等奇景。龙鳞甲，龙鳞甲出现，有何预兆？扶摇，这光芒，这难道是五色石？你是玄灵真业的天选之人，唯有你能改变乾坤，找到五色石少女，否则五州会因她而再度万劫不复。五色石居然在丫头身上，难道她就是师尊要我找的人？龙鳞甲在召唤着丫头，难道她体内有封印？相生相克，龙鳞甲能解开这丫头的封印。一旦解开，她的命运将从此改变。不解将危及生命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刚怎么了？你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你突然睡着了，我只好把你抱回来了。话说，你最近都吃了些什么？怎么那么沉？你胡说！那我再抱一下试试。哎，别再来了，我去帮你倒水。起来。你我之间不必行如此大礼。我知道，上裸龙胎的女子都舍不得离开。
你放心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，女孩子家一不高兴就动手打人，我喜欢。好点没？你这用的是什么方法？你这种情况多久了？什么情况？梦境。你是不是梦到一些平常根本见不到的奇异景象？每次醒来都沉重不已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进宫来，我告诉你。你让我进宫？你在我龙榻上睡了那么久，孤男寡女，红烛罗帐的，你不进宫来陪我，还能怎样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迫不得已。事情已然发生，无论你愿不愿意，都只能随了我。既然我是太渊的王，该给你的名分，绝不会亏待你。真让我进宫，你就不怕我把你的后宫弄个底朝天吗？求之不得。你想都别想。难道你不想知道你做的梦跟身上那块石头的关系吗？你要解开这道封印，谜底就在太渊王宫。你能帮我？你帮我，我就帮你。对了，你今晚是不是跟那个死郎中串通一气，一起骗我进宫？是不是？如果我真这么处心积虑，引你来我身边，你觉得是为了什么？我哪知道是为了什么？反正你这个人嘴上说的、心里想的、手上做的事情都让人琢磨不透。你就告诉我是不是？想知道？是不是都跟我没关系？我也不想掺和进来。如果我说我能帮你解开封印呢？与其这样来求你，我倒不如自己想办法。有志气，不过想要在太原王宫解开那重封印，可不是简单的事。光这宫内里里外外的侍卫，你就应付不来。不如我们来打个赌。打赌？你体内的封印，唯有在这太原王宫才能解开，而我，恰好可以帮你这个忙。你生下来身上就带有5重封印，这5重封印若不开启的话，你原本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，可是你偏偏练会了破九霄啊，这5重封印就被开启了。这个是五色石，当年捡到你的时候，它就挂在你的脖子上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带着这个五色石，去五洲各国，各国王室，每一处都有一个凝结灵气的地方。五色石能够帮你找到它，周叔，解除封印。你想怎么赌？找到五色石少女，否则五洲会因他而再度万劫不复。这玄灵针叶是我的贴身之物，若你能把它从我身边取走，我就帮你解开封印。什么也不要，什么也不求。若下个月此日之前还未能取得，你就得乖乖听我话，替我办事。乖乖办事不行，合情合理的请托可以。你呀，
天生我是对你一点法子都没有，就这么办。谁反悔谁是无辜王八蛋。元宝乖，来给小姐姐带路吧。元宝，送她出宫。万万没想到，扶摇就是我要找的人。这丫头真的会唤醒地飞天，让武周万劫不复吗？我该带她回去复命，还是找到龙鳞家，帮她解开封印？小尾巴，小尾巴，扶摇姐姐，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别告诉他们我回来的事情。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啊？五哥哥和小七可担心你了。我还要回国公府，至于回来的原因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。我之后再跟他们说。可你的脸……我就是想问你，有没有不失笑的法子？不失笑，有。我娘亲说过，这琼叶的圣珠是我族易容术的法器，只要在易容的时候呢，加以法力催动，便可以长久焕颜。姐姐，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这宝贝的厉害，看好了啊！成了。怎么样？可能是我刚刚心里想着五哥哥，分神了。什么？你把我变成了战北野？没事，别紧张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不对，再来一次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定可以的。不对。大功告成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你等我一下啊。老规矩，不准靠近镜子和水。放心。老爷，此处北院厢房烧得最厉害啊！刚刚小的已经遣人下去查看了一下，恐怕宇文姑娘……活要见人，死要尸首，就算剩下骨头渣子，你要给我捡出来。是。好好一个大殿，给我烧成这样！帮我搬一下。再使劲儿！雨薇小姐，老爷，这是雨薇小姐，老爷。小姐，玉凤，
哎呀，义父，别哭别哭，义父，你可吓死为父了！昨夜是那么大的火，你就藏在那儿啊？啊？义父，昨夜突然着了好大的火，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，我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不知何时我就晕倒了。